第一節課，口業即心道，點解傷你？最深嘅往往係至親。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歡迎嚟到歲月真言。歲月如流，人到咗一定嘅年紀，經歷過世事滄桑，見慣咗人情冷暖，慢慢就會睇透一啲人生真相。唔知大家有冇同感？回首大半生，真真正正令你痛徹心扉、傷你最深嘅說話，好多時往往唔係出自仇人嘅口，而係出自你身邊最親、最信任嘅人，尤其係同你血脈相連嘅親生兄弟姊妹。仇人講你壞話，你聽完可能一笑置之，因為你根本冇將佢放喺心入面。但係你最錫、最敬重嘅人，佢隨口講嘅一句話，你可以記足10年、20年。夜闌人靜，夜晚瞓唔着嗰陣，嗰句話仲會喺你腦海度自己響反起，字字入肉。點解會咁呢？其實大家不妨深思一下，因為越親嘅人，佢嗰句話就越無可避忌。你早已經將心扉毫無保留咁打開咗俾佢，佢嘅說話係直接刺入去嘅，中間無遮無擋。喺我哋開始深入探討呢5句致命寄語之前，我想同大家講一個真人真事。深水埗大埔道有個發叔，今年71歲，後生嗰陣佢喺一間製衣廠做裁床師傅，做咗成世人，對把裁剪刀比自己隻手仲熟。一匹布鋪開，佢用脂粉餅喺布面度畫幾下，邊度落剪邊度留位，佢心入面有數，幾十年無出過錯。發叔有個親細佬叫阿強，細佢4年，兩兄弟細個住喺石硤尾嗰啲木屋區，一間板間房，瞓一張碌架床，發叔瞓上格，阿強瞓下格。阿爸做咕喱，阿媽幫人車衫，屋企窮到摸。發叔做大佬，細個就孭住個細佬返學放學。有一排屋企真係等錢開飯，夜晚得返一碗飯，阿媽將碗飯分2份，發叔成日將自己嗰份偷偷地撥多啲落阿強個碗度，自己就飲多淡水頂肚餓。呢啲嘢阿強細個唔知，大個咗先聽阿媽講返，一直記喺心入面，記咗一世。後來發叔入咗製衣廠，有份穩陣工，娶老婆生仔。阿強呢，坐唔定，中意搏殺，出嚟做生意，起起落落。兩兄弟性格唔同，但感情一直都好極。逢年過節，一家人一定齊齊整整食飯。發叔老婆煲咗靚湯，一定留一煲俾細佬。阿強啲仔女由細到大叫發叔做大伯，叫到親過親爹。但係就係咁樣一份深厚嘅手足之情，一碗飯嘅恩情，最後竟然抵不過一句話嘅無情。點解幾十年嘅兄弟情會因為一句話而產生無法修補嘅裂痕？從易經嘅角度嚟睇，呢個現象其實蘊含住極深嘅道理。易經58卦係兌卦，兌代表口，代表言語，同時亦代表澤水。水既可以潤澤萬物，滋養生命，但如果缺堤，亦可以如洪爐般摧毀苦心經營嘅堤壩。言語就係一把雙刃劍，我哋對住外人，往往懂得察言觀色，步步為營，知道咩話應該講，咩話唔應該講，但偏偏對住自己最親嘅人，我哋總以為可以無遮無掩，直腸直肚。好多時我哋華人社會有個思維誤區，覺得一家人唔使講兩家話，以為血濃於水就可以口沒遮攔，這其實是大錯特錯。大家要明白，越是親近嘅關係，越需要留白。我成日講，口德其實就係一個人最好嘅風水。你嘅嘴巴決定咗你周圍嘅磁場。當你用言語去傷害一個對你毫不設防嘅親人時，你破壞嘅不僅僅是感情，更是整個家族和睦嘅風水氣場。世間萬法皆空，唯因果不空。你隨口講嘅一句話，種下嘅係怨恨嘅因，他日收穫嘅必然係疏離嘅果。所以我哋這次相聚，我想同大家分享有5句話，無論你同對方幾熟幾親，你都絕對唔應該講。這不是教大家做人虛偽、見高拜、見低踩或者互相隱瞞。相反，我係想幫大家理清人際關係中嘅邊界感，讓你同你最在乎嘅幾個親人能夠行得更長更遠，和和氣氣咁行到尾。接下來一堂課，我哋去拆解發叔當年到底對阿強
講錯咗那一句致命寄語。第二節課第一句寄語，你根本唔得，否定命途的無形利刃。各位朋友，我哋繼續講反發叔同阿強嘅故事。阿強由細到大都冇問過大佬攞過1毫子，直到有一年佢盤成衣批發嘅生意撞正個市淡，一批貨俾人走數，蝕咗一大筆，銀行又收緊水，周轉唔到，佢頂咗幾個月，真係頂唔住，先無奈開口同大佬借30萬。大家可以想象下，阿強開呢個口其實開得好辛苦。佢同發叔講嗰陣，頭都唔敢抬，淨係望住地下講：大佬，我周轉唔到，我唔夠，我先嚟啟你。發叔嗰陣結咗婚，退咗休，手頭其實都唔係話好鬆動，得返強積金同老婆幾十年慳落嚟嘅積蓄，呢筆錢係兩公婆用嚟養老留嚟睇病嗰筆，但親細佬開口，佢諗都冇諗過推，佢淨係問咗一句：夠唔夠？30萬夠唔夠你捱過呢一關？唔夠你出聲。跟住第二日就去銀行將筆錢攞咗出嚟，過晒數俾阿強。錢借咗呢度，本來無事，兩兄弟感情本來唔會因為一筆錢有事，壞就壞在過咗大半年，阿強生意都未見反起色，佢個人瘦咗，頭髮白咗一截，人都殘晒。有個禮拜六上晝，兩兄弟照舊喺旺角一間老茶樓飲茶，傾下。阿強講起盤生意，講佢諗住轉做邊版，點樣翻身。佢講得唔係話好有信心，但都係想喺大佬面前撐住一啖氣。發叔聽住，心入面越聽越唔安樂。佢係真係唔想個細佬再蝕落去。佢諗，我做大佬咁多年，食鹽多過你食米，點忍心睇你再跌落同一個火坑？於是佢忍唔住放低雙筷，講咗一番佢自以為佢好嘅說話。發叔話：阿強，我就同你講句肺腑之言，你做生意呢飯真係唔係你個飯。你睇下你由後生到而家，邊一鑊唔係蝕收場？你根本唔得。你聽阿哥講，你都60幾啦，收手啦。你份保安睇間咁嘅公犯，有份糧出，穩陣，好過你成日搏到周身債。發叔講呢番嘢，字字真心。佢以為幫阿強睇通件事，但阿強當時冇出聲。佢望住台面嗰籠燒賣，望咗好耐之後，佢將杯茶飲咗，叫伙計埋單，爭住俾錢，跟住行咗。由嗰日起，阿強同發叔之間有樣嘢徹底唔同咗。阿強照樣過時過節嚟食飯，照樣叫大佬，但發叔聽得出把聲變咗。以前阿強同佢講嘢係真交心，而家就客氣，好似隔咗一塊玻璃，你睇得到對面個人，但你永遠摸佢唔到。後來阿強將30萬分幾年1蚊都無少咁還返俾發叔，還到尾嗰筆嗰陣，阿強 send 咗個短信：大佬，數已還清，多謝你嗰陣幫我渡過難關，一個字都冇錯。但發叔睇住部電話，心入面涼咗一截。佢同我講：我到而家先明，我嗰30萬買返嚟嘅唔係個細佬，係一句你唔得，我寧願當年爛咗條脷都唔好講。我同發叔講，你嗰句嘢錯就錯在你將佢一世人最唔想俾人睇到嗰度傷口，當住佢面親手躺咗落去。易經第一卦係官卦，代表天，代表男性，天行健。君子以自強不息。一個男人，尤其係出嚟行做生意嘅男人，佢心入面嗰團火，佢嗰一啖氣就係官卦嘅純陽之氣。佢生意失敗，佢自己知，佢半夜瞓唔着，自己一個喺度捱。佢唯一撐得住嘅就係嗰啖氣。我雖然跌低，但我未認輸。你借錢俾人係幫佢，但你借完錢轉頭同佢講，你根本唔得。你嗰下係將佢擺喺一個位，我係施恩嗰個，你係做唔掂嗰個。呢句話如果由一個陌生人口中講出來，阿強可能一笑就算，但由佢最敬重嘅親大佬口中講出來，就等於親手將佢嗰啖氣泄咗。這在社會心理學上是一種最殘酷的邊界入侵。華人社會最講究面子，兄弟之間自細就有種微妙的權利格局。你幫咗佢個荷包，但你捅死咗佢個人嘅尊嚴。這就是我們絕對不能說的第一句寄語。永遠不要以施恩者的姿態去否定至親的命途與尊嚴。下一節課
我哋睇睇朋友同姊妹之間嘅另一個故事。第3節課第2句寄語：一把年紀做嚟做乜？卡滅生機的極地寒冰。講完兄弟，我哋來講下朋友與姊妹之間嘅另一個故事。這亦帶出我哋第2句絕對不能說的寄語：一把年紀做嚟做乜？北角渣華道有個蓮姐，今年68，以前喺政府部門做文員，退咗休成10年。佢同發叔嘅故事啱啱調轉，發叔係講多咗一句，蓮姐係俾人講漏咗啲嘢，又或者講錯咗時機。蓮姐有3個老友記，由後生喺同一個部門返工識到，4個女人飲咗30幾年茶，逢禮拜3雷打不動。長沙灣一間老字號茶樓，一盅2件。佢哋4個人之中有一個叫阿珍。阿珍呢幾年過得唔易，前2年老公中風走咗，佢喊到一頭煙，停咗無耐。佢個仔又話申請到技術移民，帶埋老婆仔女移咗去多倫多。臨走嗰排，個仔勸佢一齊去，但阿珍唔肯。佢話自己一把年紀，去到人生路不熟，連過馬路睇紅綠燈都唔識，唔想做仔女嘅手尾。於是阿珍一個人留喺美孚一個300幾尺嘅單位，一日3餐自己煮，屋企靜到有時要開住部電視，唔係想睇，係想屋企有把人聲。佢悶得滯，見社區中心有個長者水彩班，平平地就報咗去學畫畫。佢由0開始，揸住支筆，手都震，但學得好落力。佢同班姊妹講過，我畫畫嗰陣成2個鐘，我冇諗起我老公，冇諗起個仔幾時返來，我淨係諗緊點樣將呢筆顏色調勻啲。學咗幾個月，阿珍帶咗一幅自己畫嘅水彩來茶樓，畫嘅係維港嘅日落，紅紅黃黃。佢有少少靦腆，但又好想俾人睇，將幅畫攤喺茶台上面，眼仔碌碌，等大家講嘢。另外2個朋友睇咗都讚畫得幾好，淨係蓮姐，佢為人出名，直搶直吐，成日標榜自己唔識講假話氹人。佢攞起幅畫反轉又睇，正面又睇，皺住眉頭講咗一句：珍姐，我唔同你講假話，你呢啲筆觸唔係咁啱呢。你睇你呢度深淺都唔勻，條線又歪，你都一把年紀啦，學呢啲來做乜？後生仔學就有用，我哋去到呢個歲數，喺屋企睇下電視，抖下唔好咩？搞到自己咁攰。蓮姐講呢番嘢，真心覺得自己係為阿珍好，叫佢慳返啲學費同心機。阿珍嗰日笑笑口，將幅畫折好，放返入個袋，冇駁嘴。但下個禮拜3，阿珍話身體唔舒服無嚟，再下個禮拜話要去睇醫生。1個月之後，佢哋打電話去問阿珍，喺電話嗰頭頓咗一頓，淡淡然講咗一句：我把年紀啦，係應該喺屋企睇下電視抖下嘅，我唔嚟阻你哋啦，你哋飲多2件。講完就收咗線。蓮姐攞住部電話，心入面涼咗一截。各位朋友，我哋用易經的智慧來拆解這件事。易經講生生之謂義，生命嘅本質就係不斷變化，不斷生長。阿珍經歷喪偶，骨肉分離，佢嘅生命磁場本來處於剝卦，即剝落、衰敗、孤獨嘅狀態。佢去學畫畫，其實係喺絕境中尋找一絲生機，對應嘅係易經中嘅復卦。所謂一陽來復，代表住寒冬過後，地底下剛剛萌發嘅第一縷陽氣與生機。蓮姐嗰句一把年紀做嚟做乜，就像一盆極地寒冰嘅水，將阿珍剛剛萌芽嘅生機徹底撲滅。好多時我哋身邊嘅長者或者親人去培養一個新嘅愛好，去信一個宗教，甚至去種一盆花，佢哋需要嘅根本唔係你客觀嘅藝術點評或者實用價值分析，佢哋需要嘅係一份精神寄託，係重建自我生命磁場嘅過程，打着坦白同為你好嘅旗號去潑冷水，實質上係一種缺乏共情能力嘅傲慢。當一個人努力想喺漆黑嘅人生階段點起一支火柴嘅時候，你作為最親嘅朋友，你嘅責任係幫佢擋風，而唔係吹熄佢。永遠唔好用你自以為是嘅現實去卡滅親人心中剛剛燃起嘅生機，這就是我們必須要避開的第2個雷區。接下來一堂課，我哋嚟睇下第3句寄語。第4節課第3句寄語，我一早就話咗你啦，事後孔明的因果反噬。各位朋友，
我哋繼續講落去。頭先講咗兩句寄語，而家我哋嚟睇下第三句。呢一句可以話係華人家庭入面出現頻率最高、殺傷力亦都極大嘅一句說話，就係我一早就話咗你啦。當親人遭遇投資失敗、婚姻挫折或者做錯咗某個重大決定嘅時候，呢句話總係會喺最唔適當嘅時機出現。大家不妨回想下自己有冇意氣風發咁同身邊人講過呢句話，又有冇喺落魄嘅時候硬生生咁硬食過呢句話。我同大家分享一個好典型嘅香港家庭例子。我識得一對姊妹，家姐叫陳太，阿妹叫阿玲。前幾年阿玲心思思見市旺，想攞筆積蓄出嚟同朋友夾份開茶餐廳。陳太份人穩陣，一聽就覺得唔妥，勸阿妹，你又未做過飲食，啲朋友又唔係熟行，風險好大，你諗清楚先啦。但阿玲當時心口掛個勇字，聽唔入耳，覺得家姐太保守。結果呢，唔使2年，間茶餐廳因為租金貴，請唔到人，加上拍檔之間有爭拗，執笠收場。阿玲連老本都蝕埋。有日兩姊妹出嚟飲茶，阿玲滿面愁容，講起啲爛攤子，又講起啲債，爭啲喊出嚟。陳太聽完忍唔住嘆咗口氣，然後講咗一句，我一早就話咗你啦，當初叫你唔好搞，你偏唔聽，覺得我古板。你睇下而家啲錢掉落海都聽唔到一聲響。陳太講呢句話嗰刻其實無惡意，佢可能真係戥個妹肉痛，但阿玲聽完眼淚即刻收咗，面色一沉，夾起粒蝦餃擺入口，成餐飯再無講過一句，心底話點解會咁？我同大家拆解下這背後嘅心理動機。當一個人跌落谷底、焦頭爛額嘅時候，佢心入面其實比任何人都要清楚自己係錯咗，佢嘅內疚同自責已經去到頂點。佢喺你面前流露脆弱，係想尋求一絲親情嘅安慰同情感上嘅依靠。但當你講出我一早就話咗你啦，你其實喺無意之中做咗一件好殘忍嘅事。你喺佢鮮血淋漓嘅傷口上面建立緊你自己嘅優越感。這句話嘅潛台詞係我係啱嘅，你係錯嘅，我比你聰明，你唔聽我講，先有今日。這不是雪中送炭，這是落井下石。這不是關心，這是為了證明自己有眼光的一種傲慢。喺易經64卦入面有一個卦象非常特別，叫做謙卦，地山謙。易經入面絕大多數嘅卦都係有吉有凶，唯獨是謙卦係六爻皆吉，非吉即利。古語有云：謙謙君子，卑而自牧。意思就係話，真正有智慧嘅人會時刻保持謙卑，將自己放喺一個較低嘅位置。山本來係高高在上，地本來係喺最底，但謙卦嘅卦象係高山隱藏喺平地之下。這代表咩呢？代表住即使你真係有先見之明，即使你真係睇得通透，當面對身處逆境、犯錯、落魄嘅親人時，你都要懂得收起自己嘅鋒芒。當別人遭遇不幸，最需要嘅係包容，而唔係說教。你一句我一早就話咗你啦，解決唔到任何實際問題，只會激發對方嘅防禦機制，令佢覺得你根本唔係心痛我，你只係想證明你叻。長此落去，只會產生因果反噬。以後佢有咩心事，有咩困難，都絕對唔會再同你講。親情嘅氣場就係咁樣慢慢消散。所以我奉勸各位，當至親做錯事，受咗傷返嚟，請收起你嘅事後孔明，俾佢斟杯熱茶，拍下佢膊頭，講一句唔緊要，當買個教訓，有咩我哋一齊面對，這才是真正能凝聚家族氣場、和氣生財嘅大智慧。下一節課我哋去講述兄弟姊妹之間最忌諱的無休止攀比。第5節課第4句寄語，你睇下人哋個仔每個哥點點點，攀比生遠的穿腸毒藥。各位朋友，我哋繼續講落去。頭先拆解咗前3句寄語，而家我哋嚟講第4句。呢一句可以話係華人家庭入面由細聽到大，亦係兄弟姊妹之間最驚、最反感聽到嘅一句說話。你睇下人哋點點點，又或者你睇下你阿哥、你阿妹點點點。喺我哋嘅傳統文化入面，比較
好似已經成為咗一種根深蒂固嘅習慣。由細個讀書開始比較成績，大個咗比較份工夠幾多錢，結咗婚比較伴侶嘅家底，到老咗就比較啲孫讀邊間名校。呢種無休止嘅攀比，表面上係為咗激勵，實際上係一劑穿腸毒藥，慢慢腐蝕緊家族嘅和諧風水。我認識一個家庭，有兩兄弟，大哥哥叫阿榮，自細讀書叻，後來做咗專業人士，順風順水，買車買樓。細佬叫阿輝，讀書唔成，但份人老實肯做運輸物流，本來行出狀元。兩兄弟各有各生活，冇咩大問題。但佢哋有個長輩，逢年過節聚埋一齊，總係會有意無意咁講：阿輝啊，你睇下你阿哥今年又升職，準備換大屋啦。你呢仲係日曬雨淋，不如叫你阿哥介紹你去佢度做啦，好過你而家咁辛苦。大家覺得呢位長輩係咪有惡意？未必，佢可能真係想激勵個細佬，想佢過得舒服啲。但阿輝聽在耳裏，心入面係咩滋味？佢會覺得喺屋企人眼中，佢永遠都係次等嘅，永遠都唔及阿哥。呢句說話會瞬間喚醒阿輝童年時家族資源競爭嘅深層創傷，嗰種我不被認可，我不夠好嘅痛苦。後來阿輝越來越少出席家庭聚會，兄弟之間嘅感情亦無辜辜咁淡咗。從易經同八字命理嘅角度嚟睇，萬物皆有其時與位，每個人的八字命局、五行喜忌、人生軌跡都係獨一無二嘅。有人嘅命格係參天大樹，要經歷風吹雨打先可以成才；有人係路邊野草，雖然唔起眼，但生命力極其頑強。易經講究當位與不當位，你將一條魚同雀仔比飛翔，這就叫不當位，係違背天道嘅。每個人都有屬於自己嘅人生劇本，強行跨越命理去攀比，只會催生自妒同怨氣。真正通透嘅人，懂得欣賞別人命局中嘅好，而唔係拿來做打壓親人嘅工具。兄弟姊妹之間最寶貴嘅係各自安好，互相尊重。當你講出你睇下人哋嘅時候，你其實係徹底否定緊對方存在嘅獨特價值。接下來一堂課，我哋嚟睇下最後一句寄語，第六節課第五句寄語：我都係為你好，道德綁架的無形枷鎖。好啦，我哋嚟到第五句寄語，呢一句係最虛偽、最具破壞力，亦係好多長輩或者屋企嘅話事人最中意用嘅一句。免死金牌，我都係為你好。大家靜心諗下，你大半生之中有幾次係被迫接受一啲你根本唔想要嘅安排，而對方拋出嚟嘅理由就係一句我都係為你好，打住愛嘅名義行控制之實。這在華人傳統家庭中屢見不鮮，大至結婚生仔、買樓投資，小至過年著咩衫、食咩衫，總有人中意介入你嘅生活。佢哋嘅出發點可能真係善良嘅，但用錯咗方法。有位聽眾曾經同我分享過，佢係屋企嘅大家姐，下面有幾個妹。大家姐由細到大都習慣咗照顧妹妹，幫佢哋安排一切。後來二妹大個咗，識咗個男朋友，準備結婚。大家姐覺得個男仔無上進心，行錢唔夠多，於是千方百計反對。佢日餓夜餓，我食鹽多過你食米，呢個男人靠唔住，我都係為你好，你聽我講，即刻同佢分手。二妹起初仲會解釋，後來索性唔出聲。最後二妹不顧反對結咗婚，但從此之後同大家姐嘅關係降至冰點。幾年後，二妹婚姻生活雖然平淡，但兩公婆感情好好，而大家姐依然唔明白點解自己一片苦心換來嘅係阿妹嘅疏離。從因果修為嘅角度看，打着善意嘅旗號去強行干涉他人嘅因果，其實是對天道的不敬。老子道德經講：上善若水，水善利萬物而不爭。真正嘅善係好似水一樣滋潤萬物，但絕對唔會強行改變萬物嘅形狀。每個人嚟到呢個世界都有自己嘅功課要做，有自己嘅劫要力。你以為你係幫佢避開一個坑，但可能你亦同時剝奪咗佢成長同體驗人生嘅機會。更何況你眼中嘅好未必等於佢心中嘅好。
你着重物質安穩，佢可能更在乎精神契合。我都係為你好，這句話之所以令人窒息，係因為佢帶住一種強烈嘅道德綁架。佢嘅潛台詞係，因為我係為你好，所以你必須聽我講。如果你唔聽，你就不識好歹。這是一種無形嘅情緒勒索。真正通透嘅親情係點到即止嘅尊重。你可以提供意見，你可以分享經驗，但最後嘅決定權必須交還俾對方。你要允許親人有犯錯嘅權利，亦要相信佢哋有承擔自己因果嘅能力。不越界才是大愛。接下來一堂課，我哋做個總結升華。第7節課，結語升華。收口即收心，最好的風水始終係人心。各位朋友，我哋用咗咁長嘅篇幅，透過發叔同蓮姐等真實故事去拆解人與人之間，尤其係至親之間最容易犯嘅5個口業雷區。好啦，傾到呢度，我喺度同大家再溫故知新，將呢幾個核心避坑點盤點一次。大家千萬要將呢幾句話放喺心上，時時警惕自己。第一句，你根本唔得，呢句說話係一把否定命途嘅利刃。你自以為睇通全局，實質上係親手泄咗親人心中嗰一啖自強不息嘅真氣。第二句，一把年紀做嚟做乜？呢句說話猶如極地寒冰，當親人喺孤獨同低谷中嘗試尋找寄託，你一句無情嘅打擊就會掐滅佢哋啱啱燃起嘅生機。第三句，我一早就話咗你啦。呢句說話係事後孔明嘅因果反噬，用別人嘅傷口去建立自己嘅優越感，贏咗口舌，卻輸咗親情。第四句，你睇下人哋個仔每個哥點點點，呢句說話係無休止攀比嘅穿腸毒藥，違背當位之理，強行比較只會喚醒家族內部資源競爭嘅深層創傷。第五句，我都係為你好，呢句說話係最虛偽嘅道德綁架，打着善意嘅旗號，強行干涉他人嘅因果，剝奪咗親人經歷人生、承擔責任嘅權利。人到中年乃至步入晚年，我哋成日會聽到身邊啲老友記話要睇風水、要改運、要趨吉避凶，好多人花大筆錢去買水晶、擺風水陣，但其實易經一早就話俾我哋知，真正嘅風水從來都唔係外物，而係你個人。所謂福人居、福地、福地福人居，你嘅嘴巴就係你人生最大嘅風水局。一個家庭嘅氣場全靠每個人嘅說話去凝聚，大家和和氣氣，多啲鼓勵，少啲指責，懂得喺適當嘅時候閉嘴，呢個屋企自然就會聚氣。氣聚則財聚，氣聚則人安。相反，如果屋企人之間互相用呢5句話去互相攻擊，哪怕你住喺龍脈之上，個家嘅風水都會被呢啲負面嘅口業破壞殆盡。氣散則家衰。好多人窮盡一生去賺錢，想留層樓，留筆首期俾啲仔女，但其實留俾下一代最好嘅財富係一個懂得好好說話、家和萬事興嘅家族氣場。最好的風水始終係人心。我哋學易經，聽我講道理，從來都唔係為咗迷信，而係為咗明理。明理就係要睇通人性嘅弱點，學識順應天道，懂得喺最親嘅人面前留有一線餘地。你俾親人留餘地，其實就係俾自己嘅人生留後福。正如我一直強調的核心精神一樣，助人趨吉避凶，看重因果與修為，才是我們探討傳統文化的真正意義。喺佛家或者道家嘅智慧入面，有一種極高嘅修行，叫做法布施。咩叫法布施？就係將正確嘅道理，將能夠幫助別人嘅智慧無私咁分享出去。分享智慧本身就係喺度布施。如果你覺得我呢次嘅分享講中咗你心底嘅某啲感受，又或者你覺得身邊嘅親人、老朋友正需要聽到呢啲說話去解開心結，我非常鼓勵你將呢段影片轉發俾佢哋。你嘅一次善意分享，可能就幫佢哋避開咗一個人生嘅雷區，或者喺佢哋陷入人際關係低谷、同兄弟姊妹生緊氣嘅時候，俾咗佢哋一絲啟發，令佢哋學識放下。這便印證了古語所講嘅積善之家必有餘慶。你每一次發自內心嘅善意分享，
其實都係喺度為你自己、為你嘅家族累積無形嘅福報。如果呢次我嘅分享能俾你帶嚟哪怕一點點嘅啟發，希望大家能俾歲月真言點個讚，並訂閱關注，也歡迎各位朋友喺評論區留低你哋嘅感悟，或者一句簡單嘅順應天時、趨吉避凶，等我哋共同喺呢個頻道裏凝聚正向嘅磁場。我哋下期再會。